即场囡仔股是咱这学期上尾的一组吼，啊，这组准备咧有够好，因为咱伫选举迄当阵就准备好啊，啊，结果吼停啊，啊到今日才过来讲吼，所以准备甲做充足，啊，再去嘛透早就来遮演练啦吼，嘿，真认真吼，啊，因家己听起嘛佫较足好诶吼，咱即马甲因拍好啊吼，甲因欢迎吼，是个表现啊，我来甲因献吼。讲一本。咱要讲的故事是正头食我的菜头粿。有一天，阿秋收到阿爸寄来的一箱菜头，伊决定要来找一箱菜头粿，分互大家食。第一步，把菜头搓做丝。第二步。把菜头丝加入去在来米汤内底，夹夹的夹好嚼。第三步，倒入去人绳。第四步，蛋。菜头粿吹好啊！阿秋拍开人绳，发现菜头粿落一乌。落一乌，真像有人偷食的款，咸一喙无好看，互人食偌安尼失礼。阿叔决定要找出凶手是啥人，为着惊路年腹股枵，出一家片菜头粿倒伫身躯边。阿秋拄着狗仔，狗仔。你哦，喙齿土长长，真兴食的款哦，是毋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？歹势，哦，我真早甲鼻涕喘哦。你要请我食菜头粿哦？哦，互我歇一困才来。我的菜头粿啊，袂止脆渣，毋过水分真有啦。来，分你食一喙。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？狗仔的头甲耳仔撇撇的，趴伫涂骹，目头角角。讲伊毋知，我毋知。哦，过来咧，阿秋拄着兔仔。兔仔，你目睭红光光，哦，真见食的款哦。你是兔仔，我无看到你。哦，兔仔，你目睭红光光哦，真见食的款哦。是毋是偷食我的菜头粿？我的菜头粿吼是白菜头，毋是红人参，毋过拢是菜头。哦，分你食一喙啦。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？好啊，坐好顶顶，目睭黏两个，讲伊毋知。阿秋拄着猪仔。弟啊，你喙软壳壳顶哦，真使食的款哦。哦，是毋是偷食我菜头粿？歹势啊，我拄食困真深哦，腹肚真枵。你要请我食菜头粿，菜头粿伫倒？我的菜头粿无够大块啦，毋过要煮淡薄仔药，阁会使者。分你食一喙。哦，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？猪仔食菜头粿，食甲笑嗨嗨，身躯平伫壁边，噜噜咧，咕咕叫，讲伊毋知。阿秋瞪着鸟鼠，鸟鼠，你伫个鸟片啊，一定是食到香公公吼，是毋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？我有家己看卖，菜头粿烧烫烫，我无食。片一个是无要紧啊，我的菜头粿吼是看兄火来吹的，一定真烧。我分你食一喙。请问你敢有看到我的菜头粿？鸟鼠甲喙讲假假的，世界看看咧，尾了说一个，到尾头想一个，讲伊毋知。阿秋瞪着好神，好神，你一直咧洗手面，一定是食到黏天天，是毋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？我
我有装一个落伫人床边的油油啊，但是我无食。悠悠啊，装一个啊，悠悠啊，无要紧，我的菜头粿吹到真透，悠悠啊嘛真赞，我分你食一喙。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？好是把手吞一个，10个背一个，头响响的，讲伊毋知，哦害害嘞。害害的。哦，阿秋当着碰气，碰姐，你一直咧我大讲起，一定是食甲喙齿喵喵，是毋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？我有去看卖菜头粿，外口尖尖，内底嫩嫩。哦，你知影食起来感觉，用手就是你。无啦，我无啦，我要找物件无喙齿啦，爱找甜口口的物件，无爱菜头粿，真的啦。哦，碰手为着互阿秋了解，将嘴啊开开，甲气花拢添互阿秋看。好啦，我相信是你食的，我分你食一喙菜头粿，而我误会你来回出来。阿秋将手头的菜头粿拢分了了，也是找无凶手的线索，大家拢无食，菜头粿哪会落一盒？阿秋真正想无，只好翻头来转。咦？哪会有遮侪狗兄咧排队？头前敢有啥物好康的？阿秋掠一只上紧的狗遐阿送请教。哦，有哦，头前有好食的菜头粿，紧来。啊嗨呀！中着调好2、3只鸡，调好2、3只鸡。阿秋想到伊的菜头粿就伫咧头前啊，紧走，落里一定听到狗兄狗怨叹。喂，唔好插队哦，大家拢排队等着光菜头粿。菜头粿上香，兄一堆狗兄来，对人床外口开始捡到人床内底入去，扫到规个人床拢是无偌久，菜头粿就互狗兄搬了去啊！真正是好厉害的红狗兄。阿秋足伤心呢，结果连家己拢无食到菜头粿，狗兄大细带来甲阿秋讹了啊！哎呦，菜头粿敢是你做的，有够好食的啦！哦，拢是恁啦！恁偷食我的菜头粿，佮甲粿拢换了。老狗兄听到，知影因的子孙搁出世啊，赶紧来代替大家喂食嘞。哎呦，歹势啦！我唔知这是你的菜头粿啊！阮吼就闻着香味，大家就做伙过来。哦，这双菜头粿会当互阮过一个好年冬啦！恁食互爸爸真好啊，毋过看到无通请大家食菜头粿啊！哇，大家拢有食着菜头粿哦！看到阿秋这伤心，狗仔紧对厝里搬菜头甲茶过来，兔仔去因兜传错车要用的家私，准备来错菜头。猪仔开始起灶，鸟鼠甲碰鼠烧煎浓茶，河神用石鼓开始下汤。狗兄大队嘛将一粒一粒的米搬过来煨。一百个我的时间，热闹热滚滚。即个，咱做伙来吹粿。大家拢来斗相共，阿手笑甲嘴啊利塞塞，苦瓜面嘛变做地米骨。大家做伙吹的粿一定真好食。想到这，阿手的嘴烂拢流落来啊！对啊，阮大家来搬粿的时阵哦，有看到菜头粿落一盒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人偷食你的菜头粿？感谢你。这精彩吼，真是食偷食菜头粿。